工作。其实每一年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支持，还有代祷，其实我们一起撑开了一个空间，让许多年轻的生命在这里能够与上主来相遇。这个就是大恩中心透过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支持，才能够完成的重要的工作。那今天按教会的节期来说，是主显期的后一周，也被称作是主的受洗主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其实要再一次来省思，领受洗礼对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对我们的整个教会的群体的意义是什么。但愿我们都借着这个信息，更活出上主所喜悦的生命来敬拜他。我们再一次来祈祷。主，愿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透过你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重新对焦与你的关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如果谈到这个洗礼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定是关于个人的面向。洗礼是什么呢？洗礼是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宣认自己跟上主的关系。这个仪式见证人将自己生命的核心关怀从别的事物转向上主，在生命里面开辟一条追随基督的朝圣之路。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洗礼作为一个记号，代表一个人重新出生在上主的怀抱当中。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可能一年会有2个生日，对不对？你有可能会吃2个蛋糕，一个是你出生的那一个蛋糕，一个是你受洗那一天的蛋糕。不过我们要知道说，正如同新生儿婴儿要长大成人一样，我们灵系的生命在受洗之后也开始出生，然后他要慢慢的长大。这个长大跟小 baby 变成大人一样复杂，要经历许多的历程。所以信仰生命的成熟要经历许多不一样的阶段，直到耶稣基督的样式在我们身上可以完全的被展现出来。所以当一个人他受洗的那一刻，所代表的不是他的信仰被固定下来了，走到一个终点了，不是，而是他的信仰生命才刚要开始，他要开始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他的身上。那么一个人的信仰生命要成熟，不是只有靠自己的个人追求，更仰赖培育这个属灵生命的信仰群体。所以这就会牵涉到洗礼带出来的群体的面向。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灵洗的群体。灵洗的群体指的是信仰群体。这个信仰群体的概念好像非常的宽阔，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聚焦收拢一点。这个灵洗的群体所指的就是教会。虽然教会从上帝领受的任务相当的多元，但是我们可以总结来说，教会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地上见证上主的治理。所以在洗礼的时候，不是只是个人的事情。时常我们在教会会看到有人领受洗礼，那个洗礼的当下，不是只有那个人的事，而是关乎我们整个信仰群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洗礼的当下，人会再次宣告自己要加入这个信仰群体里面，透过这个信仰群体，我们一起见证上帝的治理。不过很长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个宣告，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看重它。这个宣告非常的重要，这个宣告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呼召，使我们对同在信仰群体的彼此的兄弟姐妹生命有责任。我们或许就会问说，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应该要怎么做，能够把这个洗所带来的效果、益处、身份的转换，还有责任给
活出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约翰回答这个洗礼者耶稣回答受洗者约翰的提问里面，我们得到一个实践的方向。这个实践的方向是要锻炼自己的生命，选择和上帝一切要求的选择。要锻炼自己的生命，选择一切和上帝要求的选择。弟兄姐妹，每次我们在阅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都会跑出一个让人困难回答的问题。无论我在带国中生、高中生还是大专生查经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一定都会问说，为什么耶稣要受约翰的洗？为什么耶稣要受约翰的洗？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也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对不对？其实这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呢，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约翰所行的洗是悔改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罪来到约旦河受他的洗，然后悔改，对不对？但今天经文写说，耶稣也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我们会问，难道耶稣也为了自己的罪来受约翰的洗吗？这个问题相当的大，福音书的作者这样子不同的方式来回应。马可福音的作者直接跳过这个问题，不解释。路加福音的作者他说，众人都受了约翰的洗，所以耶稣也来受洗。我们会发现说，路加他真的非常的厉害，他用说故事的技巧，刻意淡化耶稣受洗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只有马太福音他独有的记载说，当耶稣从加利利来约旦找约翰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要受你的洗嘛。然后约翰就跟他说，我应当要对你来受洗，你怎么反过来找我？耶稣就说，因为这要符合上帝一切的要求，这才符合上帝一切的要求。弟兄姐妹，虽然马太在处理这个问题是处理的最有诚意，但是我们还是会问，我们还是会有疑问，为什么只有耶稣接受约翰的洗，这样做才是合上帝一切的要求？另外一个翻译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耶稣接受约翰的洗，才是履行了上帝全部的义，履行了上帝全部的义。如果要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得要回到马太福音前面的故事，从耶稣出生的故事一点一点来找答案。在马太福音耶稣诞生的故事里面，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主，他从一出生就遭遇许多的威胁。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许多的人做出了许多关键的选择，如果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今天这个故事将要全部改写。如果没有约瑟，这个耶稣在地上的爸爸选择信任天使的吩咐，没有按原本自己的打算将玛利亚偷偷的休掉，那么今天故事将会不一样。如果那个来自东方的三博士，他们没有按照在梦中所接收到的指示往另外一条路回去，那么婴孩耶稣将会被希律王给杀害。还有在耶稣全家逃往埃及避难的时候，那些无辜被杀害的男婴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牺牲本来就没有道理，他们的母亲到今天都还没有受到安慰。这些人因着他们的努力、成全与牺牲，我们才能看到长大的耶稣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洗礼。弟兄姐妹，我们会问，这些事件跟耶稣的受洗有什么关联？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些人的作为。这些人在一切恶事
发生的时候，他们愿意持续忍耐、等候，并且信任上主，透过奇妙的作为，让以马内利的主降生与他们同在。他们的这一个行动跟判断，其实就是履行了上帝全部的义。如今我们看到耶稣也来受约翰的洗，他并不是要来认罪，而是要来合上帝一切的要求。借着约翰的洗，耶稣认同那些在艰困环境下仍然持续信任上主而行动的人。耶稣借着约翰的洗，认同那些无辜被杀害的家庭，并且承接他们的苦难。耶稣所履行的义，是拒绝让暴力成为解释这个事件最后的话语。所以特别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把故事从头看到耶稣受洗，我们得到这样子的理解：透过耶稣的洗，透过耶稣接受约翰的洗，耶稣要继承这些人的义，耶稣要继承这些人透过受苦牺牲来成全上主旨意的这个行动。弟兄姐妹，耶稣受洗所展现出来的群体性，就是展现在这个面向。这个受洗的背后，有着许多人的支持与付出。耶稣所受的洗，是这些人遵行上主旨意所结出的好果子。耶稣所受的洗，是认同这些人的行动，更要延续，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让上主的旨意更加的成全。在教会群体当中，我们时常都期待信仰能够被一棒接着一棒代代相传，但是这件事情却非常的不简单。如同在家庭里面，父母的好行为时常会被子女给忽略，但是坏习惯却容易被孩子给学起来。坏习惯就很容易出现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的坏习惯。很多时候，在我牧养大专生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发现，孩子最不想成为的，就是父母的模样。这是一件令人觉得伤心的事情。有些学生，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有很多挣扎，就是有一个坎过不去。仔细的探问下去，原来他觉得如果他那样做，就跟他父母一样，他很不喜欢。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泄气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好的都会很顺利的被继承下去，但是好的都没有办法被复制。不过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因为我们对这种令人感到泄气的状态，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透过耶稣愿意承担前人对他的努力牺牲，来承接约翰的洗，我们也得到安慰。坏习惯与不好的模范会影响人，同样对信仰认真、遵行上主一切要求的这种行为也会累积。只要持续努力锻炼自己的生命，来去符合上主的要求，在某一天这些事情会被看见，会被理解。我们都知道，一个家庭要成长，不只是要靠子女的努力或是父母的牺牲，而是仰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面对自己的议题。同样，在教会群体当中，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敬拜，不是为了要麻痹我们个人，而是在这个敬拜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真实的面对上帝，真实的让上帝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面对自己的议题。当我们都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那么我们将不会在教会群体里面彼此指责，也不会再互相去比较说，谁行出来的信仰的实践比较优秀。因为上帝的话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限制，并且看见生命改变的可能。如此，我们就能够共同肩负上主交代的使命，去见证上帝的治理。当一个信仰群体认真反省实践所信的内容的时候，
信仰才不会变成口号，而变成这个群体最独特的记号。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见证可以感动人，但是一群人共同的见证要感动人愿意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谈到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够符合上主旨意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肩膀非常的沉重，好像我又得要被贴上什么样子的道德标签。但事实上，在马太福音中，这个义，这个符合上帝的义、公义的义的这个要求，从来不是在指一个人在道德上要有多好，或者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脾气，而是在指一个人是不是具体的回应上帝的旨意。但这一件事情，它没有标准答案，而是看我们每一个人透过上帝的带领，怎么认识我们的信仰，又怎么样子去实践。时常有学生在跟我分享，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如同在犯罪还有祈求赦免这2个步骤当中无限的循环，因着看不到自己生命而改变来泄气，跟因着我自己的罪每一次都获得无条件的赦免而感到羞愧。我跟这些学生说，虽然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罪是什么，你认为的罪是什么，还有你犯了什么样子的罪，但是你拥有这种感受却是非常的关键，因为这是生命改变最重要的过程。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耶稣的家谱。这份家谱非常的特别，因为它记载了几位特别的女性人物。在这份家谱当中，有一些这些女性，她们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做出了跨过道德底线的这个行动。她们是他玛，她们是妓女喇合，她们是外配路德，还有跟大卫行淫的拔示巴。这些人，无论从他们自己的时代来看，或是从耶稣的时代来看，都不是非常光彩的人物。然而如今，他们却被记录在弥赛亚的家谱上，而得到光荣。弟兄姐妹，这种反转是要告诉人，即使在生命最破碎的时刻，那个生命最破碎的时刻，还有那个经验，都没有被排除在上主的工作之外。最后，我们都要学会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重新看待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些大大小小的污点，并且持续锻炼自己，在现实当中做出合上主心意的选择。今天的经文的最后，耶稣受洗后，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爱的。”这件事情让每一个人晓得，当我们每一次愿意自己面对自己的限制，并且重新上路的时候，上主也将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活出令他所喜悦的生命。这个声音不只是对我们个人说，更是我们一整个教会群体得要一起聆听的声音。我们一同来祈祷。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借着你的喜，我们来成为一个灵洗的群体。在这里面，我们彼此从你来学习，怎么样子共同的见证你的治理。主，这条道路非常的不简单，它没有一个具体可以实践的内容，只有方向。求你帮助我们，透过群体的信仰的培育，更能够让我们回到我们与你的关系里面，来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议题。透过我们愿意更认真面对自己生命的议题，又再一次回到群体当中，将我们生命从你领受来的益处来回馈到这里面。主，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也是你让我们在这里一个很重要学习彼此成长
的原因。愿你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我来放一段影片。